炸雞 out 啦，食雪糕又太凍，呢種天時要食韓國嘢，梗係首選韓燒啦。朗豪坊呢間新開嘅韓館，價錢實惠，相信好快會成為年輕人嘅新蒲點。必試加拿大自然豬，唔用荷爾蒙飼養，亦都不含抗生素。豬齡喺210日先至出售，脂肪均勻，每月只係生產700隻。食嗰陣慢火燒烤，肉質軟腍又唔會膩。中意食牛嘅可以試下呢個烤牛肉4款。要暖肚同飽肚，部隊鍋有傳統泡菜同埋煙韌麵條，仲有雜菜、年糕、香腸，自家秘製辛辣湯底，辣到出汗啊！叫翻杯韓國人氣嘅馬格利沙冰先，青瓜味清新解渴。咦，呢款仲得意喎！自家製嘅生果雪條，配馬格利米酒一齊食，雪條溶喺米酒入邊，令到酒嘅甜味更加突出。食食下，咦，見到謝晒皮喎！原來生日前預訂層層肉拼盤，就會有謝晒皮嘅 Happy Birthday 生日牌。據聞鋪頭牆身嚟緊，仲要加插謝晒皮嘅插畫添。